最近打開新聞報導，裁員潮咧又突然間升溫啊！大企業咧講優化、講精簡架構，我哋生存喺呢個 AI 年代，好多工作咧可以突然間咧全部都消失晒，搞到人心惶惶。尤其係做咗嘢20幾年嘅中層人士，人工越高，做得越耐，特別擔心突然間老闆啊會叫你入房傾下偈啊！唔知嗰個係咪你呢？大家好，歡迎翻到嚟法學商道，我係 Penny 常黃希之。前幾日咧有個學員同我提到咧，佢有個朋友啊喺間公司入邊咧做咗20幾年，由後生仔做到部門主管，忽然間咧收到 HR 通知啊，話要去精簡架構。佢話收到呢個消息之後，即刻去揾工 ，send 咗咧幾百份 CV 出去，但係全部咧都音訊全無。翻到佢咧晚晚都瞓唔着覺，望住張全家福，突然間咁諗，我而家咧48歲，係咪咧已經冇晒價值咧？係咪咧已經同成個市場咧脫晒節？我實在咧太明白咧呢種恐懼啦。近幾年咧香港嘅經濟變得越嚟越差，中美博弈，甚至乎咧銀行咧都縮水啊，連匯豐、恒生呢啲老字號咧都要優化，咁就唔好講啦。我哋呢啲嘅中小企啦。好多人咧心入邊就會咁樣諗，係咪我唔夠好，人工又高，反應又慢，學嘢咧又追唔上潮流？但真相係咪真係咁呢？俾人裁員真係因為呢啲原因咩？之前咧同大家講過條視頻咧，關於空性嘅概念，可以放喺財富，放喺關係，其實咧亦都可以放喺咧裁員一個事件上面噶噃。裁員呢件事件喺公司嘅角度係減省成本。喺投資者嘅角度咧，係一個利好消息。調翻轉咧，變成我哋打工仔咧，就係一個噩夢。呢個咧就係喺我哋《金剛經》入邊分享嘅空性。事物咧本身其實咧係唔存在住好與壞，一切所有嘅感受同埋結果咧都係嚟自於你嘅意識種子。咁啊，舉個真實案例啦。2025年初啊 ，Microsoft 嘅 AI 營運總監啊，咁啊夠晒把炮啦，有10幾年經驗，幫助 Microsoft 喺呢個 AI 嘅產業上面咧獨領風騷，結果都係俾人咧裁咗出嚟。咁啊調翻轉啊，最近喺國內有一間嘅公司，好多人咧都想進入呢間嘅幸福企業咧翻工啊，叫做半東來啊。佢反行其道咧請咗一班嘅釋囚人士啊，揾咗30個曾經咧坐監嘅人去見工。喺好多公司嘅心目中咧，坐監嘅人咧都係一啲有瑕疵嘅人，未必咧會揀佢哋咧去做員工。但係調翻轉咧，半東來嘅老闆就覺得咧呢一班人有社會經驗，更加咧想珍惜呢一份咧嘅工作。所以咧喺呢兩個案例入邊咧，你會見到你嘅學識再高，喺最啱嘅風口工作，最有條件嘅人，同一班曾經坐過監，我哋覺得咧佢條件最差嘅人，發現咗我哋一般人認為嘅優勢、好嘅條件，同你想要嘅結果咧，係冇一個咧100%絕對嘅因果關係。所以被裁員唔係咧你冇價值，因為咧有冇價值同你會唔會被裁員咧係冇關係噶。呢啲咧只不過係咧你過往嘅種子開花而創造嘅結果。咁咧就好似咧有個朋友啊，前幾年咧幫公司去精簡架構，咁啊炒咗批人。咁啊當時嘅心諗啊，公事公辦啦，接咗柯打做嘢。咁啊幾年之後，咁公司咧用同樣嘅理由咧就將佢炒咗。呢個咧就係講緊嘅種子法則，好似胡力標咁樣，你點樣去對其他人，咁咧呢個種子自然咧會種翻喺你身上邊。透過對於空性嘅理解，我哋咧會知道所有嘅事情咧都冇絕對性，所以所有嘅事情都會有危，亦都有機。視乎咧，我哋點樣去觀察呢一件嘅事物。咁我哋會講被裁員咧，可以係一個結束，同時咧亦都係一個咧起飛嘅一個機會啊。最關鍵嘅咧係你而家點樣去接受佢，同埋咧重新播種一啲咩嘅新嘅種子喺度。之前咧有個朋友俾銀行裁咗，佢反而咧冇怨天尤人，仲幫啲咧舊同事去改下 CV 啊，介紹啲工俾佢哋啊。幾句之後喺條街度撞翻個舊客，然之後咧介紹咗份咧工俾佢，希望咧能夠透過過往嘅經驗，見到咁細心，去到間唔同嘅公司上面嘅工作。而家咧佢顧問費咧仲比以前人工更加高，簡直啊就係因禍得福。如果你唔想被裁，保住而家呢份工作嘅話，今日咧我將會教你3個具體嘅方法，包你咧用得着嘅。第一個方法咧係每日幫你嘅同事喺工作上邊加分。香港嘅打工仔咧好中意講咧，做好自己本分，但係種子法則嘅核心係我哋想要乜嘢，係先咧給予出去。
所以咧喺度一個故事同大家分享係，大部分喺度打工嘅人咧，佢哋都會顧住咧自己嘅 KPI。咁可能你見到啲新同事翻工，佢未能適應公司啲報表唔識做，咁啊，我哋都會用冷眼旁觀咧嘅態度咧去對待呢啲嘅事情。但如果我哋用種子法則嘅方法，幫身邊嘅人咧去加分，我哋咧可以去教對方咧用一啲嘅報表，用新嘅系統，可能咧每日花10分鐘時間咧，就教佢點樣咧寫好報告上面嘅漏洞。咁啊，最重要嗰部分咧就係我哋做呢啲嘢係唔係希望老闆見到我哋咧係一個好人去幫人哋，而係默默咁幫助別人，希望咧佢哋能夠喺其他人面前咧加分。當你嘅種子打開嘅時候，可能當所有嘅人都岌岌可危俾人裁員，留翻低最尾嘅人咧就可能係你啦。咁套翻個例子就，你留唔留低唔關老闆特唔特別中意你嘅事，而係咧佢每一日都種咗咧幫助其他人加分嘅種子，而種子咧開花結果啦。當幫人嘅時候唔求回報，呢個種子咧先夠純，呢個結果咧先會夠穩。第二個動作就係對唔順眼嘅人放下妒忌心。喺辦公室入邊咧，最容易種嘅壞種子咧，就係妒忌其他人咧好過自己。當你見到啲你唔中意嘅人，佢升職加人工，可能平時咧見佢練精學懶，又唔努力學習，反而咧就步步高升。喺呢個時候，你產生嗰份嘅妒忌心，就咧埋下咗一個咧將來被人取代嘅地雷。咁啊，前幾日咧有個銷售經理同我去分享，佢話以前咧好唔抵得咧，有個後生仔啊，口甜舌滑咁啊，令到身邊啲人咧都好中意佢。咁啊，銷售經理咧覺得咧佢呢個擦鞋仔最咧就係氹老闆啦。咁所以咧每一次咧問佢攞啲資料揾佢幫手嘅時候咧，佢都直接拒絕，就唔抵得佢咁好。結果咧今年裁員咧，佢真係收到大信封啦。後生仔咧仲接替咗咧佢嘅位置。咁咧佢就好嘆氣咁樣講啊，當我唔想人哋好嘅時候，呢個世界咧亦都唔想我好過。咁所以到呢度咧，一個好好嘅知識點咧，同大家分享就係，如果你可以將佢反轉嚟諗嘅時候，當你見到人哋咧攞到好嘅結果，你反而咧衷心為對方嘅好嘅事情咧感到開心。咁啊，呢一份嘅隨喜心就好似咧喺你自己身上邊咧種下咗別人認可你嘅種子啊。咁啊，因此咧，下次見到有啲人啊上台講嘢嘅時候咧，你第一個咧努力咁拍手。當見到人咧攞到獎金嘅時候咧，第一個去問候去恭喜佢。咁咧逐漸咧發現咗你身邊嘅粉絲咧都變多，身邊支持你嘅人咧都變得越嚟越多啦。好，第三個動作就關於咧每日去感恩你而家嘅工作。好多人咧翻工咧就會嗌苦啦，老闆咧刻薄啦，人工又低，工作時間又長。其實咧好多打工嘅時候咧都會喺一個平衡嘅盤算當中，只要份工作嘅收入唔錯，壓力 OK， 我諗好多人都會頂住個壓力咧一路咁做落去。咁但係調翻轉咁諗就係呢份工作都俾到我哋一份安穩穩定嘅收入。咁呢個咧我記得咧係好多年前咧我啲同事同我分享佢話咧，老闆只要人工俾夠嘅話咧，呢啲嘅壓力嘅 package 啊，我咧覺得係應該為你承擔嘅。所以大部分嘅打工仔啊，都會有一個咧慣性咧，中意去吐槽，中意去抱怨，因為本身份工你 day one 去做嘅時候咧，就已經充滿咗壓力。當我哋嘅焦點淨係放喺啲令到佢壓力嘅地方，例如唔好嘅老闆、唔好嘅關係，就變成咗一個吐槽大師。而呢一啲嘅抱怨，就正正咧種下咗好多唔好嘅種子，削弱咗你同呢一份工作嘅緣分。咁上一次有個學生問我，哇 Penny Sir，而家咧公司大裁員啦，咁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嘢啊？咁我就教佢啦，每晚你臨瞓前可以咧去回顧一下喺公司工作老闆上面咧有冇邊啲地方係值得感激同埋多謝㗎。咁佢同我分享佢話公司其實都唔錯啊，咁啊起碼有瓦遮頭，有冷氣地方，唔需要咧日曬雨淋。另外咧公司啊準時出糧啊，另外咧可以按時咁支付我所有嘅開支。咁啊，就算咧我老闆經常向我咆哮都好啦，佢每個月間唔時咧都會請我飲下下午茶。跟住咧慢慢咧個學員同我分享佢話咧，開頭咧要揾一啲值得感恩嘅事情咧，都好似覺得好搞笑同埋好難咁啊。但係慢慢當中咧，佢眼睛就充滿咗光，同份工咧嘅連結變得越嚟越好啊。咁啊喺公司正值大地震嘅時候咧，佢係其中嘅一個幸存者。咁好似咧，我哋平時飲水咁啊。當你見到杯水嘅時候咧，覺得喂好普通啫，得一杯水。但係當你口渴嘅時候咧，呢一杯水就係救翻你嘅甘露。呢個咧珍惜嘅種子咧，就會變得越有力量，自然咧就會增強咗咧你同呢份工作之間咧嗰份嘅緣分。
好啦，請你記住，保住工作嘅關鍵唔係咧單方面要老闆咧幾中意你啊，而係講緊咧你每日去幫助身邊嘅同事，增加咗咧幾多賺分嘅種子，令到你身邊嘅人咧變得更加有價值。幫人、隨喜、感恩呢三樣嘢咧，聽落咧都好似好簡單同普通咁樣，但係咧種子很少，果實很大啊！當種子打開嘅時候咧，就可以幫你撐過咧呢一個嘅裁員潮。最後咧睇到呢度咧，唔知你會唔會好似大部分嘅人咁樣啊？諗住咧自己收埋條片，然之後咧試下咧做以上咧我提供嘅3個方法。因為咧公司要炒人，唔係咧你死就係我亡。喺呢種零和遊戲嘅情況底下，保住自己條命咧，應該係最緊要嘅選擇。咁啊，如果你咁諗咧，就真係大錯特錯啦。因為種子法則嘅定律係，你要乜嘢，你先要咧給予出去。只要咧有種下種子咧，就一定會有收成，會有結果。因此咧，如果你能夠號召晒咧公司所有嘅同事咧一齊去種種子，大家就會有機會咧創造到一個一齊唔被裁員嘅結果啦。咁呢時候咧，你聽落咧覺得哇好匪夷所思喎呢件事，但事實上咧大家都經歷過經濟好冇裁員，不斷咧咁挖角加薪嘅年代，所以記得咧要將呢條視頻咧分享俾你身邊嘅同事，一齊咧去共度時間。你今日咧種咗啲咩種子咧？記得喺評論區咧同我去分享，等我可以咧為你嘅堅持加油鼓掌。下期見，拜拜！如果你中意咧我呢條視頻，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我每星期咧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新嘅內容。如果唔想錯過嘅話，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